愿神开启我们，使我们都认识神的可爱之处，都能在心里爱我们的神。在不同的岗位上，表现我们对神的爱心，表现我们对神的爱心。愿神加给我们一颗永恒不变、赤诚爱他的心，这是神所盼望的。我们身在无悔之地，深受大洪龙的迫害，产生了对大洪龙的恨恶，是他拦阻我们来神的心，勾引我们贪恋前途的心，是他引诱我们消极抵挡神，是他把我们迷惑至极，是他把我们败坏糟蹋至极，以至于不能一心来报答神的爱，不能一心来报答神的爱。虽然心里想爱神，却身不由己，却身不由己，四肢无力。我们身在污秽之地，深受大洪龙的迫害，我们都是他的受害者。因此我们对他恨之入骨，只能等候神将他灭绝。我们应该狠下一条心来遵行神的旨意，爱神，这是我们当走的路，也是我们该度过的人生，也是我们该度过的人生。我们要以遵行神的旨意为目的，活出一个有意义的光辉灿烂的人生，这样我们死而无憾，心中才甘欣慰，这样我们死而无憾，心中才甘欣慰。愿神开启我们，使我们都认识神的可爱之处，都能在心里爱我们的神。在不同的岗位上，表现我们对神的爱心，表现我们对神的爱心。愿神加给我们一颗永恒不变、赤诚爱他的心。新年快乐！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里，愿我们都能认识神的可爱之处。阿们。